金万户啊！我到外国去这个店，叫再千几个人谁是你？哦，晓得，我还把这孙子在。一男一女，一男一散，一男一妻，不分彼此，排名不分先后。你看，店下有7个人侪盯眼去看噻。安饭店的特色侪是看看，电瓶车横冲直撞，吃拌面，热吃拖汤。变成个收罪工人区。鲍鱼面点了海参面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彩票，彩票就这样进，这个价就明白。你那漂亮的了，用光辉发作啊！我刚刚外头不想走嘞。我到外国去，不想这2个礼拜，我再千几个人谁是你？真啊！哎呦，我激动得了，刚才那个再千几熬不来，一两千几，一两千几。人饭啊，你个哪个人饭来着？总之人饭我青岛到美国去啊，金融发想到美国去来，你慢慢吃。那一个谁活该？老师傅啊，中路啊，中路啊，中就好。中2块，对5啊，中路啊，中10块。长鱼腰花拌面。我不干。上面货。我当年我点的侪是干煎面，我一个再便宜的。鲍鱼面来了。哟，那数2分钱高，还拿干这个面吧？哎，不得了。一根海参哇！哎，你是2斤跟啦，一冻混。那哪说最近我是那个米锅，烧这个米锅就冻了海，1分浓点特色出来不拿毛呢。哎呦，还有黄鳝脚在里汤嘞，这个说红娘吃的。还搬只姜回来了，么子都像你们2只蛋没看。哎，根本都不啥东西哇！现在个点米吃得来，烧吃得来。我晓得个，你都3万买回来吃来吃，你都懒人买回来吃来吃。刚才这一看我个妈的，这2年混，但是吃光嘛，米也吃光，必须吃光。我老板过那个肉，乖，你弄我个蒸锅也吃光的，再有一块也吃光的。那你还有1个嘞？啊，你另外姜也吃脱噻？也4个嘞，真吃好。哎，我是今日天的呢。好吧，我们一人要吃苦了改善的。我最欢喜个么子来着？哎呦，那只鱼子哪烫个叫里向不做阿鱼娘乖。那个当姑娘领啊，最正常了。不是一个时光。乖，今天你3个人通通金当光，来着该点米的呢？2.0高，高的更高嘞。